配合马公分局的侦查队测试透早，警方怀疑有一个人家厝有藏枪，去到现场却无找到物件。不过，这个警察说甲警察专用的枪甲枪支留伫现场，厝主的后生赶紧甲物件送去派出所。警方表示，这款无头神的状况调查了后，会按照规定来处罚。民众发现因家椅仔顶有一个牌仔，甲拍开了后，发现内底有枪。烦恼去往误会偷藏枪，所以赶紧报警察。伊怀疑这个牌仔是顶一日去因家所查的警察无细致拍家留的。毋过伊敲电话去派出所敲2届，所到方局是讲是来乱的，佮较烦恼若无细致爱去共打罪。请派出所他们过来拿，然后他们都以为我是在开玩笑恶作剧，然后又要转去东卫派出所。我说我就捡到一把枪，你们过来拿一拿，有这么麻烦吗？然后最后讲一讲，他来叫我自己拿过去这样。一直到测试再起，民众亲身把这卡牌仔送去另外一间派出所。警察发现内底有手续票、无线电、小电脑领机证，还有一支枪甲24粒枪支，赶紧通报定时。原来这卡牌仔是偏湖县马公分局侦查队的一个警察的。测试透早，警方怀疑一间人家厝内底有人偷藏枪，所以找手续票去搜查这片躯体的任务。不过伊的枪顶顶的装备煞拍家留去。侦查队同仁在2月4号进行具体搜索的时候，将个人携行装备遗留在嫌疑人的住宅中。关于本案相关疏失的同仁，我们也会按照相关的规定进行后续的惩处。苏当时伫现场并无查到可疑的物件，警方先甲嫌疑人躯体移送地检署。警方回应讲，当人搜查了后，就随发现伊的牌仔拍无去，家在有找到转来，除了检讨改进，嘛会提醒当人任务结束了后，就要确实检查装备。记者综合报道。